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。别羡慕了，咱们走咱们的。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。范闲范大人例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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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闲范大人例外。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。这3品以上的路啊，那就是痛快。为什么我例外啊？陛下信中呗。不可能，要是依陛下的脾气，这会儿肯定让我跟官道上堵着呢。快，这朝着部队啊！大人别慌啊！有危险，我先撤了啊。我轻功好啊，求援方便呀。那我谢谢你啊。应该的。小范大人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叶仲。京都守备，您是叶灵儿的父亲。赏花那天谁负责护卫？自然是叶师兄了。叶师兄，就是叶仲，叶大人。京都守备叶仲，他是你师兄？卿师兄。我家师弟跟小范大人交过手啊，不算交手，就过了一招。小虐常夸小范大人身手不凡，不敢当。你跟我师弟过招，跟我女儿过招，不跟我过招，那岂不是瞧不起我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就一招。不错呀，嫂，有酒品没？能过招。啊，真是后浪推前浪啊！撤！叶大人专门找我，就是为了试一招。借一波。你啊一边待着去。啊！范大人，今日悬空庙，麻烦您多照看些。什么意思？陛下有旨，我等禁卫不得打扰赏花兴致，所以悬空庙方圆数里戒备森严，反而悬空庙内只有宫内守卫把守，人手不够啊！叶大人是觉得会有刺客啊，那倒不会，就是心虚。那叶大人何不亲自过去镇守？我必须去啊，但是人手还是太少。为什么找我？赏花群臣中能打的，只有小范大人您了。洪四祥洪公公不去吗？那只有皇上知道，我也不好问呢。宫典宫统领呢？如果师弟还在，那就不必麻烦范大人了。叶大人，咱俩头回见吧？叶某任京都守备，掌城防军务。如果范大人不谋逆，咱俩见面的机会不多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我不答应呢？想过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听说小范大人欠债，一点心意。
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记得还我啊！还你。那没有意外不还我吗？叶大人干这种事儿，干得不多吧？头一回啊。那这是怕出了差错，影响前程？那不重要。那就是忠君爱国。这个有句话你知道吗？叫风什么啊，清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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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，如果有什么差错，最惨的还是他们。有句话叫“刮大风的时候，刮倒的都是一些无名之辈”。风起清平之末。哦，对，就这句。这句不是这么用的，差不多就行啊。不够，等真出了事儿，再给我也不迟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范大人就是答应了。不过叶大人放心，赏花大会3年一次，4次平安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意外啊？大人，咱到了啊。行，找地儿停了吧。咱不是要进庙去赏花吗？懒得凑那热闹。再说了，站那么高，赏的还是花吗？不赏花，赏什么呢？哟，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令尊呢？嗨，家父宁愿在家午睡。嗨，范尚书上去了，应该是吧？哦，那应该啊，在内层。你怎么知道？陛下在最高那层，下面每一层各按官职爵位分排，井然有序，绝不会错。别怕，结实的很，摔不下去。大哥，小不点怕高？3年前还小，没来赏花，天知道，这么吓人。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看我，哎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才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嘛。来来来，我不敢。哎，人各不同，不是所有人都想像太子殿下一样，总想着往高站。二哥也怕高？高不高的不重要，有摔下去的才好看。只要我站得够稳，没有人能让我摔下去。是吗？站得稳没用，得有人护着你。怕了。感谢二哥，救命之恩啊！好说。臣等恭祝一
人跟人呐，一层一层分的是真清楚。分得细才有机会往上嘛。就像小范大人说的，站那么高，赏的就不是花，而是这攀云之路，登天高台。大人，那儿走水了，走水了。找水！小范大人，你怎么还不去出价啊？好吧，协助叶大人查清火源。是。陛下，臣范闲求见。陛下，有人放火。你放的吧？我是来护驾的。护驾。火呢？灭了。灭了护什么驾？臣担忧陛下安危啊。百姓。进来。我检查的仔细一点，一点火苗都不要留。您看这火折子。火折子，这火像是人为的呀。这火起的确实蹊跷，要是真有刺客，此处高悬崖壁，最难防范。哼，陛下还是回京都暂避一下。朕这一生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，一把没燃起的火，就给你吓成了这个样子。陛下一生遇刺43次，从未退。所以陛下今日旨意还是不退，还不服啊？完全不服。你这是抗旨？不是我想抗旨，遇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在场各位都想抗旨。我没有。陛下是庆国之主，也是万民之主，一人身系天下安危。如今悬空庙有自杀风险，陛下下旨不退，这旨意我等要是接了，才是对陛下忠诚不绝对。所谓忠臣，就是即便抗旨，也要护陛下周全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行了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陛下不妨问问几位殿下是否和臣想的一样。父皇，范闲说的不无道理。陛下一人系天下安危，不可不察。你们可是真能说呀！句句肺腑之言。奇怪，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？回陛下，臣在儋州长大，无人教导，野蛮生长。你前半生受了不少苦，但是你自打到了京都，可谓是意气风发，所以长辈不欠你什么。陛下说了算。好了，别再摆朕的兴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吃酒赏花。来，我们喝上一杯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把李承泽禁足了半年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哪敢？去，和他喝一杯。殿下，
你我之间不是私怨，该满意的也是国法，并不是我。你我之间总要做个了结，等着那一天，来日方长，指日可待。陛下，那喝完了。有刺客！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 陛下！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，抓着他，我倒要看看这兄弟二人是不是痴呆之徒。守好，陛下。你草率了。有刺客！保护陛下！ 陛下，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？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？陛下气运如钟，自然有惊无险。可我儿子……别担心，进位封山，范闲不会有事儿。可是，来，陪朕赏花。 陛
小范大人，你不累啊？行刺之后，不躲进山林，还想回京都？没想到小范大人追得这么紧。我说的是回京都，你不反驳，说明你就在京都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我顺着你便是了，何必反驳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刚才那句我纯属胡扯，但你现在这反应，我反倒认定，你确实一直藏身京都。重要吗？近卫的包围你了若指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不想伤你啊。你是四姑剑的弟弟。你的毒烟用完了，3支弩箭用完了，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，你还想如何呀？近卫很快就到，时间来得及。范闲，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？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？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
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急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是，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看你自己的命吧。这位就是范府嫡女范若若。借一步说话。若若姑娘，你懂医术？我哥教过我。那你会解毒吗？不懂。治真气逆行呢？不会。那你怎么救他？我救不了他，能救我哥的只有他自己。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。那姑娘准备怎么做？我哥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刺激神志、让人清醒的穴位。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？一个也没有。啊？这也太冒险了。如果不用针，能醒吗？那就不要犹豫了。散！站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自己人无妨。范闲醒了，他亲自开口，原话是，要3处冷师兄入宫。好。刺伤范闲的白衣剑客消失无踪，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在京都。你继续查。那个人是四顾剑的弟弟。陛下的眼光不会错的。九品上的身手，躲在京都，监察院却丝毫不知。虽有蹊跷，我要找出答案。
敬畏不妨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您觉着这代表了什么？有内贼！我查了此人的案卷，结果呢，一片空白。这不合理。这般人物，多多少少都会有文册留存，所以我怀疑，监察院内就有刺客内应。和四顾剑有关的文册，只有各大主办和我有权调用。或许内应之人就是监察院主办。院长，我想暗中调查。怎么把我抛开了？什么人都有可能谋逆，唯独院长不会。为什么？院长心中自有大义。继续查吧。是。师兄今天没服毒啊！哎呦，这幸亏没服嘛，那不然耽误大事了。小师弟，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就能解。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格。刺客是四顾剑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一城啊，用毒路数虽偏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。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。婉儿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。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说。慢点，慢点。手术床啊，无影灯，什么？全面消毒。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这都要开膛破肚了，最
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。哦，好。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啊？肉眼看不见的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别废话了，按我哥说的做。哦，好。躺下。小师弟，我用焚毒伞擦了很多遍，又用避秽香也是熏了很多次，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。你说的那个细什么的应该没了，药好了。马千子不行啊，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？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你得给若若擦汗，她才是主刀。哥，开始吧。哦，没事儿，开始吧。别紧张，小心。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呢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整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。继续。他要是困，先让他回去睡吧。范闲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睡呢？我不困。娘，大表哥他没事吧？多血啊！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老爷，喝点茶吧。我不喝。你
听听你的声音呀。哎，烫！没事。老爷，如果担心，就去宫里看看吧。不可，他可是你儿子呀。人在宫中，无诏莫入。儿子都不行，就是儿子，才不行呢。那么多太医，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哎，烫！这怎么了？这个陛下口谕，范闲有伤，不宜打扰，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，他日再来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开膛破肚了。那范闲他，小范大人在乐。乐？他都被开膛了，他乐什么？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截图，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。缝上，用什么缝？用针。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。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人外好看啊！图书馆，冰淇淋啊！下课了，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我再眯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败嘞？什么意思？歪歪的孩子。陛下，3名刺客的根底已经查明。范闲现在在广信宫，正在开膛破肚。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，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说来好生奇怪，如果没有如此重创，
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。随他娘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，是吗？为了救驾，连命都不要，什么比命还重要？有道理，进来吧。说话呀！听闻谢了。没放错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恕李某斗胆，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，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多好学呢。你的嘴紧张，嘴唇要破了。我也是，手术都做完了，才开始后怕。老爷，宫里急报，范前病情稳住了，无性命之忧。不出所料，就你心慌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人做事，稳字当先。哎呀，这下行了，最难的一关过去了。老爷，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，没有人照顾怎么行？若若和婉儿都去了，不多我一个。
不行。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范闲成亲那是对我磕的头，我就是他亲娘。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，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您来的真巧，我刚醒。阁楼坊药效如何啊？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我是掐着时间来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疼啊！还有什么？真气没了，经脉紊乱，真气离散。还好，命保住了。还能恢复吗？苦荷独门功法，天一道。据说能有恢复根骨之能。可外传吗？从不外传。好歹留个念想。玄空庙刺杀有结果了，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第一，那个侍卫，静脉胡人，看着不像，有庆人血脉，相貌不可分辨。怎么入宫当了侍卫？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，占据上风，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，求和称臣，求和失败。庆国威风四海，胡人悲惨离境。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，事过境迁。不知为何，庆公当了侍卫。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？办案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是悬案。这么多年不动手，没机会。侍卫太多，要想靠近陛下，机会渺茫。这次是巧合。那个太监呢？他和你息息相关。我可不认识他。当年你娘之死，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，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。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，被仆人救出，长大之后重回京都，挥刀自宫，成了太监。为了报仇？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，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，随时间茁壮，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像是有共鸣？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吧。那匕首怎么藏的？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宫庙，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，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。白衣剑客呢？陛下眼光独到，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。这回真是四顾剑？这次不是四顾剑，四顾剑杀尽全族，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。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，正是他这位亲兄弟。这3个人彼此认识？不认识，没有牵连。配合这么默契，是巧合，没有商量，没有预谋，3方互不相识，轮番刺杀，这样同时开始，反而形成了杀局。这是一场神仙局，无法预判，不可复制。
神仙局，如此巧合，如此天衣无缝之举，非凡人莫属。凡人不行，您可以的。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？如果就算有的话，刺伤我的是影子。我瞧见过影子出手，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，弃剑之后就漏了根源。神仙局，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？别看了，我刚醒，不可能藏人，这儿就咱俩。太鲁莽了，真气离散，重伤未愈。如果真是我设的局，你怎么办？是你吗？我只派了影子。其他2个纯属意外。你想杀我？不是我，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，没有机会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也就凑合了。那一剑是个意外，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，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，所以是个意外，对吗？绝对是意外。你是想弑君？陛下对我信重，我没有理由弑君。那得问你啊，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，替陛下解忧。你让我好好理一理。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，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把火还记得吗？动作快，快救火！快点，动作快！3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，唯有那把火，检察院全体出动，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更有趣的是，结果报上去之后，陛下没有深问，轻轻放过。火是陛下放的，陛下落子，从无嫌弃。那把火不够，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。什么叫不够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，究竟想要什么结果？悬空庙谋杀，震惊朝野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，这就是结果。宫典，大内统领护驾失职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保重，臣告退了。我杀了宫典，贬出京都，放逐定州，发配领军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阵仗，就为了一个宫典？他是叶仲的师弟，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，
结果跟宫典一样，昨夜已经放逐定州，发配边军。叶家垮了，这就是陛下想要的？不对啊，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，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？陛下怎么想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四姑见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，陛下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以下只抓捕。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？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，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。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。结果最重要。要是那一箭刺中了呢？陛下不会死。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。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？可以不说。那你就不该承认。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，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，不应该问我。是。如果真是你布的局，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就不问了。若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答。悬空庙刺杀之局，真相就是这样。好好养伤吧。陈萍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。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